吃完一下。啊，这我怎么事啊？借1000块钱给我啊！什么？1000块。借钱？是我听过最大的笑话。在我们村，我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我铁公鸡一个，一毛不拔。跟我借钱，也不是不可能。今天不是端午节吗？除非天上掉下粽子啊！大哥，粽子掉下来了。真的掉下来了？是啊，是绿豆的。等着，我去给你拿钱。哎呦！媳妇儿，来口奶喝，来，来口奶，AD 钙奶。哎呀，不喝，你别讲。哎呀，就喝一口，就一口行吗？就一口啊，就一口，就一口。快点！哎，妈你妈，你抠屁眼了吧，服上！你这。瑶瑶，来送你个钻戒。哇，老公这么好，谢谢你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啊，他出血了！哟，你喷火呀？这么厉害？你不是喷火吗？我心里满的。今年儿吧。哪里有东西啊？拿死定啊！Es rappelt im Karton. Es regnet im Karton.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到底得不得修？好重哦！不中了，不中了。